大家好，我哋係小5班嘅同學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暖心嘅計劃，就係暖心飲水機。你哋有冇試過冬天喺學校飲露水啊？真係好凍㗎，飲完仲會覺得個肚唔舒服。有啲同學仲因為水太凍，索性唔飲水，咁樣對身體好唔好㗎？所以我哋設計咗一部暖心飲水機，等大家都可以冬天都可以飲到暖水，唔再凍冰冰。我哋想幫邊個呢？我哋想幫全校嘅老師同同學，特別係好怕凍嘅同學、腸胃唔好嘅同學、鍾意飲熱飲嘅老師同同學、關心飲水健康嘅老師同同學。佢哋有咩困擾呢？冬天飲凍水真係好凍㗎，仲會搞到個肚唔舒服。學校又冇小賣部，想飲熱水都唔得。而且如果提供熱飲，仲要小心啲，唔好辣親。我哋嘅幾個方法係設計一部暖心飲水機，等大家冬天都可以飲到暖水，唔使凍到涼。呢部飲水機有3大功能：第一，智能溫度調節按鈕，有凍水、暖水、熱水3種選擇，等你可以揀啱自己嘅溫度。第二，低糖飲品選擇，有低糖與朱古力等健康飲品，等大家飲得開心又健康。第三，防頭安全設計，加入防頭保護功能，農用警示標誌同語音提醒，等大家安全使用。我哋嘅想法有咩特別呢？首先，出面嘅飲水機通常得凍水同熱水，但我哋嘅飲水機有3種溫度，等你可以揀啱自己嘅需要。其次，我哋加入咗智能感應技術，冬天會自動調高暖水溫度，夏天會提供更涼爽嘅水，好方便㗎。仲有我哋特別設計低糖配方，減少糖分攝取，等大家飲得健康啲。最後，我哋設置咗警示標誌同語音提醒，全校師生都可以安全使用，唔使擔心辣親。時間差唔多啦，俾你講埋最後一句啊！我哋需要大家嘅幫助，我哋需要物資、飲水機零件、環保材料、金錢、專業人士嘅指導、人力，更多同學同老師幫手設計同安裝。呢部暖心飲水機唔單止解決咗飲暖水嘅問題，仲提供咗更多健康飲品選擇，等全校師生都可以感受到溫暖同貼心。請大家一起支持我哋嘅計劃，讓校園更溫暖。多謝大家。好嘢！同學，好啊好啊。唔該 Erin。喂，呢個太勁啦！呢個 project 嚇，即係我最近同消委會做嗰個 project，你個研究有小米啲最勁嘅產品都冇咁勁。其實嗱，第一，喂，小朋友咪中意飲凍水嘅，點解你哋會諗到要飲暖水呢個原因？其實點解會出現㗎呢件事？係因為冬天真係太凍，冇暖水飲，飲完會肚痛。真係哦，所以你自己知喎呢件事，亦都見到大家咁辛苦。咁跟住啦，你哋個研究太厲害啦，就係嗰個又要有 sensor，又要做唔同嘢啊咁。我哋喺大學都係做啲咁樣嘅嘢嘅啫。點樣可以諗到去設計同埋整埋嗰個表去做嗰樣嘢嘅咧？你哋點樣準備今日㗎？其實係今日有冇你坐低點諗㗎呢件事？一齊傾點設計，關心埋同學仲有老師嘅健康。咁有冇去研究過市面上有啲咩產品啊嗰啲咁㗎？冇啊！出街有冇去睇過啊？暫時冇。
已經好叻㗎啦。我其實就係越強越強啫。你哋咁勁，所以我特登問多少少。可以啊？有冇嘢補充啊？大家？OK 啦，咁交翻波俾。好，唔該 Erin，亦都多謝暖心水機計劃，可以小朋友先行落台啦。